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于旧约圣经撒母耳记25章2到42节。和本圣经在旧约第368页，其他版本的页数请看荧幕。我们仅攻读2到3节、9到11节、14到17节、23到35节以及第39节。撒母耳记25章第2节。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迦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第9节，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题、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便你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第14节，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第23节，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地叩拜，匍匐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的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上帝的手里，你上帝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击弦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允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致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剑士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上帝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收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第39节，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生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她为妻。以上。现在请本堂郑牧师讲道，题目是沟通艺术第4讲，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您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也感谢在主日我们再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教会推动灵命的操练，我们要学习沟通的艺术，我们已经进到最后一堂。我们要从神里的话语，我们从历史上的记载，他们怎样子的情形，让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警惕。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有很好的沟通，我们才有办法将福音来传出去。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一个月中间的学习。我们也为了今天是我们迦南教会的社交季
纪念的主日，我们要有圣礼典，我们要与主同舟，也献上满心的感恩，祈求神你的灵跟我们同在。你赏赐我们有敬虔的心，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赏赐我们的属灵的智慧，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进到沟通艺术的最后一讲，在最后一讲中间，我们渐渐的在学习盼望我们的跟人家的沟通都能够达到合神的心意，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能够将福音能够传出去。先请一下旁边那个中间那个灯怎么没有亮着？严威帮他开一下。那我们在过去今天是第4个礼拜，我们盼望为什么要学沟通的艺术呢？就是因为我们要跟人家有对话的时候，我们盼望有机会能够将福音传出去。要是一开始讲就已经大家都觉得感觉不是很好的话，我们当然就没有机会继续能够沟通下去。所以我们觉得第一个，我们要学习要有同理心，同理心为我们的基础，其实为我们沟通的基础。用同理的心来听，用同理的心来讲，然后最后才会见到我们不会那么快的动怒。所以我们中间已经学习的这3堂课，用同理心呢是沟通的秘诀，然后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今天要进到一个慢慢的动怒。这中间我们学习到一些，我们必须要复习一下。例如说，同理心是什么意思呢？同理心乃是将心比心，能够正确的去感受到对方他背后的意义，他的感觉，他的情绪到底是什么？真正的意义，真正的情绪在什么？他是在生气呢，还是他在感伤呢？他非常的忧伤呢，还是有什么？然后你听出他的话语之后，你又能够把它讲出来，让对方能够知道原来你非常的了解我的心情，我的情绪到底是如何。这是要有这为基础，有这为基础的时候呢，我们要快快的听呢，你就能够好好的去聆听他。你为了要能够用同理心去回应他，你当然就要能够仔细的去听，专注的去听。所以我们叫做聆听。你能够聆听到对方所要表达的，包括他的行为都是，你要看着他，你才要知道他的 body language 到底是什么。并不是只是听听他讲的，有时候口是心非的说法也有这个可能。然后我们把它反应回出来，我们叫它静止式的吩咐，静止式的聆听。那接着我们要去回应他的时候呢，就是用慢慢地说，慢慢的说呢，它是一种真我的表现。你慢慢的说的意思是来说，经过你思考之后，将你真正的意思讲出来。这是每个人要学习，我们不希望让对方去猜测我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讲这是一个真我的一个回应。那真我的回应里面是 I message 真我的表达里面包括3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要讲的事实是什么，第二个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你对对方你讲这些事情的期待到底是如何。我们也从所罗门王他如何去为了要建造圣殿，他要有香柏树的时候，他怎样去将另外一个国王去跟他要这个东西的时候，讲得非常的清楚，将他的事实目前的状况是如何，他的想法是如何，然后他要做，他希望对方能够为他做什么，所以对方很容易就回答，而且甚至还赞赏说所罗门王真的是神所赐福的，所以他非常的有智慧，是我们看到的。但是呢，我们再想想再回来，就是说我们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总是认为说一个人要有很高的 IQ， 他才有办法成功。所谓 IQ 就是他智商非常的高，但是呢，我们所有的研究里面都会证明说 ，IQ 高并不是他最重要。IQ 高当然是一个其中之一，因为人家讲的举一反三，但是你是举10反1的话呢，我想对方讲的也是非常的伤脑筋。所以还是有 IQ， 但是并不是高。你要普通这样就 OK 了，但是你要让事情能够更有成效呢，并不是你的 IQ 高，而是你的 EQ 高才对。EQ 呢，讲的是我们的情绪的商数，也就是你的情绪上的反应到底是如何。我们要是能够有很好的情绪上的控制的时候呢，它才是真正成功的关键。
我们可以看过很多人的这种传记，很多人的讲到这些历史上哪一个人成功的时候，你仔细看他就知道，他不容易被动怒，他能够用很好的智慧去处理这些问题，他不会让他自己第一时间的反应的情绪呢就表达再出来，所以他就是真正是一个我们所讲的就是慢慢的动怒的意思。所以在沟通上呢，高的 EQ 呢的情绪管理呢是格外的重要。在箴言第12章第18节的上，所罗门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说话浮躁的人如刀刺人，说话浮躁的人如刀刺人。”另外的翻译就是说，说话不慎，就是不正确，不是很恰当，或是说话鲁莽，就是很冲动，很刺人，很不得体，就像是刀在杀人，在刺人一样。这真的很严重了。我们有时候不太觉得，但是有些人我们只是随便讲一句话，我们没有很在意，我们不是很小心的去讲，然后对方听了之后，他就记得10年、20年、30年都把你记得这一句话。你跟他赞赏他好话呢，他通通不记得了。但是你讲那个话伤到他的内心之后，他就记得你一辈子。就像这个所罗门王他所讲的，说话浮躁的人如刀刺人。所以这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说话要如何能够不那样子的鲁莽的时候，其实就跟我们的 EQ 有关系。那我们今天所讲的慢慢的动怒，其实就是 EQ 高的时候产生的一个结果。你如果能够要有一个很好的这种情绪的管理呢，那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从今天所读的经文，一些经文非常的长，所以我们没有全读，我们只是中间的跳着读。但是我这边可以我们来简述一下。这乃是记载着大卫呢，他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他知道那地方有一个富翁，他名字叫拿巴，他就想，因为他跟着大卫走的是几百个人，他一个人，他而且到处在逃窜，所罗门王那个扫罗王要抓他，那这样的话，他如何去准备吃的这些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他知道那边有一个富翁的时候，他就派人去跟他请安，而且盼望他呢能够供给食物给他。而这个拿巴听完的时候呢，不止没有拿给他食物，甚至还侮辱着大卫，讲说大卫是谁啊？耶西是谁啊？我怎么可以随便将这个东西给任何一个人？现在逃窜的人太多了，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他不给，不止不给，他还侮辱了大卫。所以大卫听完之后呢，就非常的生气。他说他没有这个以恶言相待的他，所以他就叫他的部下拿着刀，准备要去将所有属拿巴的男丁全部都杀掉，甚至他下了一个誓言，说他要是在明天没有将这些人都杀掉的话，愿神能够惩罚在他身上。这时候拿巴的一个仆人，他觉得说他的主人不应该这样子，他相信大卫一定会报复，所以他就赶快去找他的拿巴的太太叫亚比该，她是一个很漂亮而且很聪明的一个妇人，他就去跟他讲说，我们要是不好好的这样去对付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大概所有人都会非常的危险。拿巴的太太亚比该，她马上就准备了很多个食物，就赶快要去找大卫，在这个路途上希望能够见到大卫。果然他见到的时候，他马上就这样趴在他的前面，然后就讲了一段话。这一段话里面呢，等一下我们会去提到他这样讲，然后同时就劝大卫，叫他不要流人血，免得以后良心不安。他这样讲过之后呢，大卫呢就被提醒了，他就接下他的食物、他的礼物，然后就感谢他的提醒。隔天呢，这个亚比该呢再去跟他的先生讲，因为当天晚上拿巴他醉了，隔天早上等他清醒的时候呢，告诉他的先生拿巴呢吓得这魂不附体，然后就整个神经整个人就僵硬了。圣经继续讲说，耶和华就取了10天后取了他的命，10天后他就死掉了。这时候呢，大卫后来就是娶了亚比该为他的太太。这是今天的圣经在这撒母耳记上25章第2节到42节所有的记载。这时候我们要来学习，在沟通在如何讲话上面呢，这边有很好的例子，也有很不好的例子，让我们去看。第一个，我们来看
容易动怒，而且无法沟通的这个拿巴。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在告诉我们，在25章的第17节在那边讲说，他仆人讲完之后就说，他是一个性情凶暴的，没有人敢跟他说话，是一个无法沟通的人。当你的脾气非常不好的时候，人家一讲什么话，马上就动怒起来的话，就常常会造成是一个人家就不愿意或者不敢跟你讲话。我们想想，牧师有时候也会像这个样子，所以现在正在改变我的这个脾气，能够平静下心来，慢慢的听，然后快快的听，然后就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盼望我们中间自己也可以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毛病的，我们共同来努力。我们看为什么是这样呢？那大卫呢，打发人去向拿巴讲，其实他的讲是跟我们所学习的慢慢地说，完全是符合的。因为第一个，他将事实讲出来了；第二个，他又将他的感觉讲出来，然后将他的期盼也讲出来了。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他如果要这样慢慢地说，就是经过你仔细思考之后，能够很有条理的将这件事情讲出来，让对方能够明白，里面包括了我现在所说的事实是什么，现在的情形是怎样，然后将我的想法、我的感觉告诉你的，同时我将我的期望也告诉了你。这边告诉我们在25章第7节的时候，他说去告诉这个拿巴，就说有人在为你剪这个羊毛，然后你的牧人在这个加密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解，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未曾失落什么。有一点将事情讲，就是比较我保护了你的仆人呢，然后让他应该有一个好感才对，然后再感觉就是说，愿我的仆人现在到你的面前去跟你讲说，能够蒙恩，因为今天的日子应该是好日子啊。然后就将期盼讲说，盼望你能够随所取一点赐给仆人跟你儿子大卫。哇，大卫很谦卑，还讲他的儿子大卫。我想这是一个谦卑的说法，一种礼貌的说法。我现在是需要你的帮助，盼望你也能够来帮助人。而且大卫说不定也是有一种服侍的心态，身为以色列人的国王，并不是来架国在你们身上，而是在为你们服务的，所以他用这样子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有一个事实，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期盼，就是我们所学习的，慢慢地说，他应该能够去做到的。但是我们看到拿巴他这样子回应他，在第10节到第11节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跑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我们看到这是拿巴的回复，显然他没有快快的听，显然他没有用同理心再去听，听到大卫他讲这些话背后是为了什么？他背后呢，一方面也让他说我有恩于你的仆人，但是我现在呢希望的是你能不能赏点这个东西让他们能够吃。他们并不是，它是一个对等的关系，也不是说我完全都没有功劳，我是有功劳的。用这样的，他没有办法去想到他到底大卫来讲这个事情是一个求和，并不是要跟他来征战的，而且是一个有事相求的一种情形在。我们看到第一个，这是一个大卫用一个慢慢地说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但我们看到一个是没有快听的不好的例子，就是拿巴。我们接下来一看这个故事的发展呢，我们看到是他的太太亚比该她出现了。而亚比该呢，她乃是一个有智慧，她平息的这个怒气。我们看到大卫听了这个话之后，在25章的21节后段到22节，他说：“他向我以恶报善，我以前对他这么好，但现在竟然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降罚于我。”哇！他带了400个人，带上刀，这些人都是勇猛的战士们。他准备要去将拿巴的所有的男丁全部都杀死。这时候拿巴有一个仆人，他显然是这样，已经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去跟他的祖母，就是他的主人的太太去跟他讲，去跟亚比该讲。他跟他讲说，大卫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他们那里放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好，不然
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你觉得这个仆人是不是也讲得非常好的？慢慢地说，我只是没有把它分析出来，哪一个事实，哪一个是感觉，哪一个是他的期待。他把这三件事也都讲出来了。事实是怎样？大卫他们对我们很好，我们在那的时候呢，他们都保护了我们，我们感觉到我们非常的平安。你要赶快期盼，你赶快要行事，不然呢，我们全家都会被也会被大卫来灭掉了。我想这个仆人其实他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将他所有的事情一次就讲得很清楚，告诉了他的祖母，他的这个主人的这个太太。这时候呢，我们看这个亚比该真的是一个照圣经上所讲，她是一个聪明俊美的，在第3节讲说是一个聪明俊美的妇人。她听完马上知道她应该要有所行动。她带上怎样？她就带上了许多的食物、饼、酒，还宰杀了好的羊，然后烘好的这个麦穗，还有葡萄干，还有无花果饼，然后就赶快跑到这个大卫应该会来的这个道路上去迎接的大卫。然后看到大卫的时候呢，他马上就跪下去了。这时候他在讲的话，这讲的话呢，我们看也是非常有智慧的讲话。在25节说：“我主不要理这坏的拿巴，他的性情跟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是愚顽。”那在圣经里面有特别讲说，拿巴的意思呢就是这样，他非常愚笨又顽固的人。亚比该向大卫讲，第一个是讲出他的同理，他知道大卫现在是非常的生气，而这个生气呢，是因为他的先生的顽固，甚至是讲辱骂人而所引起，他就在那边就讲他的先生的不好，用同理心来让大卫知道，是说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到底是如何，然后就将他的事实呢，这个事情为什么演变到这？其实你打发仆人来的时候呢，我并没有看见。在圣经节里面也是这样子说他并没有看见呢。那他感觉是如何呢？他感觉说出说，在26节说，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人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他感觉到，他讲出来讲说，其实要是说你去杀了人的话呢，你会怎样？会流人的血的罪就有了。那我们干脆就愿神来惩罚那些坏人吧，就像这些拿巴一样，把他的想法讲出来，然后就紧接着讲他的期待。他的期待里面是记载在25章26节到31节中间。这边我把它归纳成了这4点。第一点呢，他就是说求大卫呢不要亲手去报仇，也不要流这个流人血的这个罪。我们还记得大卫他没有办法为耶和华神来建那个圣殿里面，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征战太多，他流人的血太多了，这罪呢，所以耶和华不愿意。耶和华觉得他圣殿是圣洁的，他不让大卫能够建这个圣殿，所以这时候亚比该也向他讲说，不要去犯了流人血的这个罪。同时呢，就请他收下这个礼物来给他们追随的仆人，也就是另外一个方法，告诉大卫就说，你要照顾还是有这么多人，你应该注意这些事情。然后还接着就求这样饶恕他自己的罪过，其实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他将这个罪拦下来。我没有及早的发现，我没有及早在他的身旁，我没有阻止的拿巴，我没有去感动的拿巴，不要这样子的说这种话的人，他将这个罪拦在他的身上。那接着说，还告诉大卫说，你将来做王的时候呢，你良心才不会亏欠，不会想起说我曾经因为这样，因为了食物竟然去杀了拿巴所有的男丁，人家大概不会想说你是这样受到这个侮辱，而是你为了食物的关系。所以亚比该非常有智慧的这样去说，我们也知道这个结果呢，就是后来就是没有。所以我们看这样是一个亚比该要劝大卫慢慢的动怒，同时呢
也是让我们看到你没有慢慢动怒的一个情形，本来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事情将要发生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亚比该，他也没有在这事情上呢也去动了怒或是怎样，他知道他应该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用同理心的沟通呢，去明了亚比该去明白大卫他的心情之后所讲出来的结果呢，我们看到大卫他的回应是如何呢？在32节到35节中间呢，这时候呢，我们看到大卫呢，他听了亚比该之后呢，他息了他的怒气，他就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还有就讲亚比该，你和你的剑士也当称赞，因为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还有告诉他，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我们看到一个人要是能够把慢慢的动怒的情形能够控制到慢慢动怒的情形的时候呢，他的结果就可以看出来。大卫有没有学习到慢慢的动怒？一开始他应该有，没有的样子，听了以后就生气了，来带刀吧，我们去将他所有的男丁全部把他灭掉。明天这时候要是没有到这时候没有灭掉了，愿神重重的惩罚我。这是下了很重的一种毒誓在。解救抓一个咒诅的情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竟然被一个女子说了一句欢话之后，就整个改变掉了。你觉得大卫有没有去学习到慢慢的动怒？有可能他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受到羞辱，非常的生气，我怎么带刀去，然后去杀掉他？要是真的让他杀的话，我看大卫今天的名字没有会成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不会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在称赞着他，在纪念着他。他听了亚比该话之后，他学习到应该慢慢的动怒，不只是慢慢动怒，他也将这些一切归荣耀在神的身上，归荣耀在神，归荣耀在亚比该的身上，然后就很欣然的接受了这个他的劝告，就没有去做这个事情。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没有慢慢的动怒的，它的后果也产生了。亚比该回家之后，他等拿巴醒了之后呢，然后将这些事情来告诉他。这时候我们就看到记载说，拿巴就魂不附体，就是这个身体魂已经没有在身体上了，整个都呆住了，身体如石头，僵如石头一般。过了10天之后，耶和华就击打拿巴，他就死了。所以看到是一个没有守住慢慢动怒里面他带来的结果，因为他不只是动怒，他还羞辱了神所高立的王。这时候我们看到大卫他对这事情他怎样的回应呢？大卫听见拿巴死了之后，他就说，在39节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生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于拿巴的头上。大卫他献上了感恩，我想不是因为这个人死他献上了感恩，他觉得他的羞辱，他原来是要靠自己带着400个人拿刀去将他所受的羞辱能够得到伸冤。那这个经节呢，在这证明的时候，在其他的经节里面告诉我们，神乃是一个伸冤的神。我们有任何受到羞辱的时候，我们受到冤枉的时候，我们不必要急着为了自己去争。你有可能你该做的事情你可以去做，你可以去将你的事实如何去让人家知道，但你没有这样子的大动作，还继续犯下罪的这种动作，这是千万是不可取的。所以大卫他这时候讲出来，他感谢神为他伸了这冤，他受到的羞辱呢，神替他来伸冤了。那拿巴他自己也为了他自己的恶行呢，就临到他的身上，他也就丧失了他的生命。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是慢慢动怒的这种同理心的沟通呢，我们使看到大卫呢，他欣赏了亚比该的情绪管理，还有同理心的沟通的能力跟这个智慧。后来他就娶了亚比该为妻，亚比该他也得到一个好的归宿。我想这中间有很多让我们去学习的事情。这每一个人物，甚至包括中间的一个仆人，
他如何能够去将这事情、将事实能够传讲得很仔细，然后将他的想法、将他的期待也告诉我们。我们也看到不好的例子，像拿巴用羞辱人的方式，自以为是，甚至把自己看得比任何人都还重，用这样子的方式所得到的不好的结果是这样。我们也看到了他拿巴的太太亚比该，他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如何能够用话语能够平息的一个大卫王准备要将人杀尽的这种情形，那种怒气不是普通的怒气，不是我生气，你劝我不要生气，不要生气，这样就不见了，不可能的事情。准备带兵要去杀人，这情形，要不是有非常大的决心的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经过一席话之后，他竟然可以这样，可以完全退出，还献上感恩。所以也学习到亚比该，他如何能够将这个事情做得很好。他先同理的大卫，他知道大卫现在的情形呢，一定是这样，一定受到这个拿巴的欺负。这个他的侮辱，这个拿巴不是好人呐，这是坏人呐，我们根本就不要去就讲说他这个人跟他一样，跟他的名字一样，又愚笨又顽固，所以不要去理他了。那同理的人之后，然后就将这个事实讲出来。其实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我没有在场，我不知道。但呢，我觉得呢，因为耶和华呢不喜欢我们流人血的罪，所以呢，盼望他以后不要因为这样而有这种有这种疙瘩在，甚至会有觉得会有亏欠的情形。然后呢，就盼望我拿来这东西，请你能够收起来。你看他很有奇，把他自己的为了跟别人的同理，然后将事实、将他的感觉，又将他的期望讲出来。一席话讲出来之后，讲得恰当，就像金苹果在一个银网子里面，大卫马上熄了他的怒气。那个怒气再次提醒，那不是普通的怒气。你带兵要去杀，将人家灭族一样的，这不是普普通通不经过思考的。但是一席话讲得恰当的话，就能够将人能够动。但这也是因为大卫他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有些人还不一定会觉得我的怒气并没有消，我仍然还是要做这件事，我这一口气咽不下去，我就是要怎么样？有没有这样？也有可能是这样啊。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大卫，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去学习如何慢慢的动怒。他不只是就听下去，他还感谢神。这要不是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时候，你不会被点醒的。我们常常读上帝的话语之后，我们的话语就摆在我们心中，说不定就是我们心中的某一个角落的地方。我们不一定常常会去想到它，但是当有一个人将上帝的话语点醒我们之后，对呀，我看过这一句话，我想过这一句话，神曾经这样子的教导过我啊，被点醒了。然后他就愿意讲，在神的面前来认罪，还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大卫有我们可以学习这样，亚比该每一个都有让我们去学习，一个是好的部分，一个是不好的部分。盼望我们在这1个月中间在学习，今天已经最后一堂课了，要如何有沟通的艺术。我们跟人的关系要透过沟通是没有错，我们传扬福音更需要我们的沟通。不然讲1、2句话，人家不愿意听一下。你如果能够传扬福音，这个以后说不定就从来就不愿意去接触福音了，也是因为我们的原因。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提醒的。所以我们在这整个沟通的艺术里面呢，在告诉我们一定要有在同理心上面的去沟通。我们需要常常去操练同理心。再次的提醒，同理心一开始的操练，并不是代表他所讲的话是对的，而是因为我了解你的心意是什么，你才有机会继续往下讲，才有机会将好消息传给他，才有机会告诉他、指正他，你这样的想法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应该是怎样子。就像大卫原来要去杀他，就告诉他你这样是不对的。他没有讲亚比该没有，你这样是不对的事情，没有，他就用神，好像用神来告诉他，讲正确的道理给他。你这样做以后，你大概以后你会觉得心里会不安，会有亏欠。神不喜欢这样子，有点类似像这样用婉转的话来提醒着他。所以我们在操练同理心中间呢，
我们第一个，我们就接着说，我们要讲快快的听，就是用同理心去听，然后慢慢的说，就是要怎样，要经过思考之后才讲出来。你的事实怎样呢？你的感觉，你的想法，再加上期待来告诉我们。今天呢，告诉我们慢慢的说，其实在告诉我们的情绪管理。我们的情绪管理不要太放任自己了，要有所节制。圣灵的果子里面也告诉我们要有所节制。我想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学习，牧师也有很多这方面必须要去学习的地方。因为牧师以前也是很容易会动怒的，因为是觉得说这事情明明就是这样，为什么不是这样？那我想这中间背后还是有很多的理由在，不应该是自己单方面的来这样子想。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祈求神呢，让我们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能够来管控我们的情绪。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能够他的这个果子出来，帮助我们提升在这个沟通的能力上面。这个礼拜的问题思考呢，盼望我们来思考这几个问题，就是说你在拿巴的身上你学到什么呢？你在亚比该身上学到什么？在大卫上学到什么？然后我们来想说，我们要怎样来提升我们情绪管理的能力？到底要如何呢？也有人告诉我们说，当想要生气的时候，就走开，说不定这是一个方法之一。有人说，当想要生气，就深呼吸一下吧，也是一个闭上你的嘴巴。因为在生气的时候呢，讲出来的话绝对是不恰当的。很多人有很多种方法去勉励自己，去操练自己，就是盼望能够做到这样慢慢的动怒。因为在生气之下做出来的事情，80%、90%都是不正确的。圣经也给我们很好的教导，盼望我们能够来学习。这时候也盼望我们大家能够分享，自己能够说一件最近让你动怒的事情，然后若是在重来的时候呢，你应该会如何去面对，会如何去说，如何去处理呢？盼望我们在沟通艺术上面的学习，能够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成我们的帮助。愿神祝福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